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树。今天是2025年8月24号。这一期啊，咱们聊点轻松的，聊点有意思的话题。这个郭德纲啊，他有个相声啊，名字我忘了，大概是讲这个于谦他爸呀，说找了份工作，什么工作呢？就是擦玻璃，擦那个玻璃幕墙，当蜘蛛人呐。说有一天于谦的爸这个擦玻璃擦得太干净了。结果往那个房间里一看，正好看见一个大姐在换衣服，赤身裸体的。这个时候大姐也看见他了，这是四目相对啊。然后这个大姐啊，这个流氓两个字正要脱口而出啊，大喊大叫啊。结果这个于谦他爸啊，急中生智，大喊一声：“看什么看？没见过擦玻璃的吗？”一下这个局面啊，就得到了这个扭转。当然这是个相声啊。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，名字我忘了。艺术来源于生活啊，高于生活。郭德纲所说的这一幕啊，他真是来源于生活啊。现实生活中啊，比这更狗血。话说这个在成都工作的陈先生夫妇啊，就遇到了这么档子事。这个陈先生啊，在成都的什么交子汇国际公寓高层，花了1万块钱一个月啊，租了一个100平的公寓。这是真实情况啊，那个就叫交子汇国际公寓。陈先生说啊，4月25日上午10点半，他在这个公寓里面另外一个房间办公啊，就客厅里面办公。突然啊，听到卧室里面，他的妻子一声尖叫。他说他赶紧去看啊，发现玻璃外墙外面有2个工人在那儿擦玻璃，也就是于谦他爸呀，正在那擦玻璃。当时他的妻子裸身在床上睡觉，就被他们给看到了，看了个精光。你说这叫什么事？不同的是啊，那个2个蜘蛛人呢，就是2个清洁工，他没有大喊，看什么看？没见过擦玻璃的吗？这个陈先生啊，就觉得自己妻子这个隐私权受到了侵犯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就找这个物业交涉，要去这个物业啊，这物业说了，说我通知了。对吧？这个物业啊，4月18号，公寓管家发私信给这个女的啊，就是裸睡的这个女的，什么内容呢？是通知她4月21号到30号之间，这个物业啊要对这个大楼外立面，就是外墙、幕墙啊、玻璃幕墙进行清洗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物业啊也发了通知，时间就是21号到30号之间。结果4月25号上午10点。就发生了刚才那一幕。这个物业说了，我也通知了，只是没有说啊具体的哪一天。不过物业也说了啊，他说给这个女方发短信通知的时候啊，也特意交代了，说打扫到这一层的时候啊，会提前发消息通知住户啊，拉上窗帘，保护隐私。裸睡的妻子啊，在梦中被惊醒，吓得连声尖叫。事后啊，这个丈夫说妻子啊，也就是陈先生说妻子因此得了抑郁症，而且啊，这个陈先生还提供了诊断记录，称妻子的精神状态一直不好，至今就快4个月，对吧？这个事情4月25号发生的，现在是正好8月24号。说我带他去医院，诊断是抑郁焦虑，我要求公寓管理方公开给我们道歉，拿出合理的赔偿方案，但是都被拒绝。陈先生说啊，事发近4个月，处理未果。这个公寓管理方啊，通知他们啊，如果陈先生续租的话，那么这个物业啊，可以给1个月啊便宜600块优惠。显然啊，陈先生对这个600块1个月优惠啊，很不满意，对这个处理方案呢，所以，这个事情就上网了，很多媒体在报道啊。8月21日下午，成都交子汇国际公寓前台工作人员表示，此事有协商处理，我们这边主管有在跟进这个事情，有和客户去沟通。这个事情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，这个事情充满了蹊跷。这个陈先生啊，他就找这个物业，找这个公寓管理方交涉了4个月都没有结果，所以他把这事搞到网上来了。请这个网上的法官呢给评评理。这一回我看网上啊这个评论呢，那确实是五花八门，没有形成一边倒的声音啊。
这个陈先生为什么不起诉物业呢？我看有很多律师分析啊，这种事情啊，它是个民事官司。这个大家还记得五大图书馆性骚扰案吧？就是即便你觉得你是胜券在握，但是你未必能赢，因为这种民事官司讲究的就是个证据，对吧？陈先生要告物业的话，物业说我尽到了告知义务，我也发了通知，虽然说没有具体到哪一天，但是对吧？这7天之内都要有可能要收拾，对吧？要擦这个玻璃。最主要的是啊，这是我个人理解啊，这个法律这个问题，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分析啊，最终还是法官，对吧？法官自由裁量，本院认为，也就是这个事情到底有什么侵害，有什么后果，这是很难说啊。就是这个陈先生妻子觉得自己，对吧？隐私遭到了这个什么被人偷看了啊，或者被人偷窥，这是你单方面的说法，就是别人到底有没有偷窥，对吧？物业到底他的这个他的过错在哪儿，有多少，这都是个问题啊。所以我看陈先生啊，估计掂量了一下，要去打官司的话，又是扯皮，他的证据不足，他打官司未必对他有利，所以他选择把这事情整到网上来。整到网上来，我倒发现啊，更多的网友提出了疑问啊。首先一个啊，你要说这个他妻子吧，保守吧，好像也不像，对吧？那喜欢这个裸睡，明明通知这几天有人要擦玻璃，他依然裸睡，而且还不拉窗帘，这个好像也不是太保守啊。你说他不保守吧，对吧？他现在抑郁症了啊，说被2个清洁工看一眼抑郁了，所以说大家觉得不太理解啊。甚至有网友认为啊，这陈先生和他老婆，你是不是碰瓷啊？是故意的吧？哎，这个也有理啊。大家想象一下，你有生活常识的都知道，就是即便是白天啊，你从窗户外面往房间里面看，实际上是看不清楚的，你得扒在玻璃上看。有一种情况下能看得清楚，那就是房间里面开了灯，对吧？这个初中物理都知道，因为光嘛，对吧？照进房间，透过玻璃照到房间里面，然后这个房间里面再折射出来，对吧？又穿过玻璃，那实际上是损失了很多啊，就是你很难看清楚。那只有房间里面也开着灯，这样的话你才能看得见。所以说早上10点啊，裸睡，把窗帘打开，完了还开着灯，这多少有点这个碰瓷的意思啊。你到底要干啥？但是有人就说了，这我在我自己家，对吧？我租的，我想咋样咋样，对吧？这是你的权利，但是多少让人感觉你这就是要碰瓷啊，对吧？你是知道这个物业啊这几天要安排擦玻璃，对吧？你是故意这样，然后让物业赔偿，对吧？打官司打不赢，那就网上发动舆论，对吧？发动这个群众，但是这回群众似乎，对吧？网友好像对这个不感兴趣啊，更对这个的裸体感兴趣。还有网友说啊，你大白天的，对吧？你是有权利在家里啊裸睡啊，开窗帘，开灯，但是现在你看啊，对吧？人家在别的地方拿望远镜一看，不是擦窗户的啊，你要开着灯的话，那人家拿望远镜一看都能看得见，那你怎么告人家去啊？你上哪儿告去啊？告谁啊？现在还有无人机，对吧？无人机现在摄像头又清晰，你如果是在房间里面开着窗帘，开着灯裸睡，你这个是要给谁看吗？你又告谁去呢？所以说啊，很多网友就怀疑你这陈先生，你夫妻俩想要赔偿，对吧？准备讹这个物业一下，要不然不好解释啊。记住了啊，在卧室里面裸睡，对吧？要想让人看见，那他必须要开灯，也不是看清楚啊，要开灯。完了之后，你还得窗帘还得拉开。他这个官司啊很难打赢，也就是他很难取到证据，对吧？他的这个隐私权遭到别人窥视吧？那你的举证，对吧？你的举证，你被那个2个清洁工看了，这俩清洁工说，我一心一意的吧擦玻璃，我根本就没看，就是我根本就没看房间里面，对吧？两耳不闻窗外事，这个两眼不看窗内物，对吧？一心只擦这个玻璃，你怎么证明人家看了呢？或者对吧？这擦玻璃说我这高度近视，总之这个2个清洁工只要一口咬定啥也没看见，还得想办法证明他看见了。你说这个事情挺麻烦的，
如果两个清洁工没看见，那你说这个隐私，这个对吧？泄露隐私或者这个被人看了，这个也不成立啊。另外一个啊，网友不理解的一个地方，就是他也知道这个上网啊，利用舆论，利用这个流量，那么他一定会遭到反噬，对吧？这是常识。也就是你把这事情搞到网上来，那有人会支持你，对吧？也肯定有人，但是会有更多的人来质疑你，那实际上是对他老婆是二次伤害啊。既然你老婆都已经抑郁了，对吧？这个就确实很难理解啊，就是又奔放，对吧？喜欢裸睡、开灯、拉窗户、拉窗帘，但是稍微这个一被人一看他就抑郁，这就好比啊，这个跳水运动员或者是运动员喜欢选那个高难度这个动作一样，难度系数最高，这样刺激吧，他需要的这种感觉，结果还不知道人家看没看见，他就抑郁了。假设这个成立啊，那你把你媳妇这个事情整到网上来，网友再对他一质疑，那他不更抑郁吗？那不加重他病情吗？所以这些都是匪夷所思啊。所以大概率啊，就是碰瓷。说到这个蜘蛛人，说到这个擦玻璃啊，还有比这更离奇的，就是我记得这个应该有20年了吧，20年前吧，那个范冰冰啊，还有佟大为啊，梁家辉，好像是啊，演了一个电影叫《苹果》，跟这个情节非常相似，不过也更加悲剧。那个苹果那个电影里面，范冰冰啊，她就演这个女主角就叫苹果，叫刘苹果。那个佟大为啊，就是范冰冰的老公。那个范冰冰呢，就在一家洗脚城啊，给人捏脚。而这个梁家辉呢，好像正好就是那个什么洗脚城的老板。有一天啊，这个梁家辉就让那个刘苹果给他捏脚，结果这个梁家辉啊，这个色胆包天，就是他演的这个角色啊，老板就跟这个刘苹果啊，就在那个捏脚的地方啊，就刘苹果呢，就是范冰冰啊，半推半就，那个比裸体还严重啊。结果恰巧啊，这一幕就被这个刘苹果的丈夫，就是佟大为啊，佟大为就是一个蜘蛛人，就是于谦他爸，正在擦玻璃，窗外看见了这一幕。这个佟大为啊，当然不是找物业啊，也不是喊什么看什么看，没见过擦玻璃的吗？他立马就挨个那个洗脚城里面挨个门敲。后来怎么着了，我也忘了啊。这反正电影时间挺长的，大概其就是那个佟大为啊，那个主角要那个洗脚城的老板赔偿，就是赔钱，都是赔钱的。苹果里面啊，男女主人公到北京打工不容易，对吧？男的干这个蜘蛛人，老公干蜘蛛人呢擦玻璃，老婆就在洗脚城给人捏脚。这个是20世纪初啊，很多北漂，对吧？沪漂一个真实写照。那给我感觉现在呢，经过了20年发展啊，这个主角的位置发生变化，男主角由蜘蛛人啊变成了这个他应该是个小企业主，在家里这个办公嘛。但是共同点就是都是想啊要一笔钱，反映的就是什么呢？当下这个形势不太好，恐怕钱也不好赚。毕竟啊，你看租个1万一个月的这个房子，在成都啊，恐怕还有其他的开销的吧？这个支出比较大，赚钱比较难，所以赶上这事，那得要一笔赔偿啊，不要白不要，对吧？一个月少600太少了，对吧？你房租一个月少6000，他恐怕就满意了。但是咱们话说回了啊，这个物业有没有问题？这个交子汇公寓啊，应该是个高档公寓，对吧？100平米的房子，一个月租金是1万嘛。那么作为一个高档公寓，对吧？应该提供高端的服务啊，也就是它的这个租金和它的服务要匹配。所以物业啊，它有它的这个应该承担的责任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物业啊同意续租的时候，一个月少600块，恐怕也这个也就是意思，表示一下。总之啊，这个陈先生啊，要想得到更多赔偿或者叫补偿，恐怕只能啊诉诸于法律了。这个在网上闹啊，要利用舆论啊，现在有点难度。总之这事跟清洁工跟蜘蛛人没关系。总之啊，拉开窗帘，开着灯，防偷窥，这个确实不太好理解。那你说你重视隐私啊，重视隐私一般都是窗帘拉上，对吧？能不开灯就不开灯。总之啊，这个事情有点戏剧化。
我们这期节目啊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、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。谢谢大家。